聖經加拉太書3章25節，但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來到，我們從此就不在師傅的手下了。呢度講到因信得救嘅理，就係指耶穌基督嘅救恩。耶穌基督已經嚟到為我哋道成肉身，釘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從死裏復活，為我哋預備咗救恩。既然有咗耶穌基督嘅救恩，我哋可以因信稱義。呢度就話我哋就不在師傅的手下，不在律法的手下。今日我哋感謝神嘅恩典，信耶穌基督嘅人唔單止罪得赦免，唔單止可以白白稱義，仲有我哋不在律法之下。記得從來冇人可以靠住守律法得救，律法係將我哋指引到耶穌基督嗰度，所以當耶穌基督嚟到之後，律法個功用滿足達到，所以今日我哋不在律法之下，信耶穌得永生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